妹妹，就為咗自己。黃裝衫全部攞翻晒啲樓。我哋嘅活動即將開始，有請所有來賓入座。請所有來賓盡快入座，我們儀式即將開始。尊敬來自兩岸四地道教界嘅朋友，以及澳門、台灣各大公廟、各社團領袖、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澳門國際致谷營各位善信，歡迎大家蒞臨由此山哪吒古廟值理會主辦、澳台中華宗教文化促進會以及澳門哪吒文創產業協會協辦，並獲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恭祝33天哪吒太子聖誕千秋活動暨設置347年慶典。好，我哋嘅活動現在正式開始。首先介紹出席今日嘅主禮嘉賓，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李永剛部長，代表李飛龍先生。歡迎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李永剛部長代表李飛龍先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文以華局長。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長、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劉毅良先生。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何潤生先生。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施家倫先生。澳門立法會梁孫旭議員。澳門立法會林發欽議員。澳門立法會陳禮琪議員。
市政處代表民康社群及公共關係處陳永恒代處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何卓峰處長。廟宇節慶文化促進會梁慶庭創會會長。呢個唔讀，劉桂玲讀。澳門廣州天河區經濟文化促進會馬家英會長。大灣區陶藝收藏家協會李月成會長。以及澳門童軍總會監事會梁顯芳主席。我們繼續歡迎台灣的嘉賓，歡迎台灣台南麻豆太子宮施富貴執行長，台灣高雄道德院雍泰明大宗師代表陳泰華道長，台灣中壇元帥弘道協會陳瓊瑤理事長，中華兩岸宮廟文化促進會劉仲宇會長，四川省哪吒主庭陳堂關賈成行當家，以及香港國際道教文化協會黃有德會長。多謝晒咁多位出席，現在有請出巡大典籌委會主席、理事長馮建富先生致歡迎詞，有請。下面有請出巡大典籌委會主席、理事長馮建富先生致歡迎詞。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劉永光部長代表李飛龍先生、文綺華局長、劉毅良先生、何潤生先生、施富貴執行長、陳泰華道長、梁慶庭會長，各位嘉賓，各位來自澳門、香港、四川、台灣的宮廟的負責人，大家早上好。安逢哪吒太子千週聖誕，我代表我們有一起至誠至深，恭祝神恩廣備，福佑萬民，承蒙各位出席，公務神恩，我們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對大家的來臨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長期以來促進海峽兩岸民間交往，發揮獨特的作用。哪吒新容是中華民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已成為連接兩岸同胞精神紐帶的重要節體。本廟多年來積極與台灣各個宮廟交流互訪，我們廟內也原架上哪吒新族文化兩岸交流基地。哪吒太子信仰在澳門已經300多年。獅山哪吒古廟，我們致力守護我們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今年文化傳承方面迎來新的里程碑，文化局正式公布首批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名單。我們的執行主席張全光先生獲得確認，我們給點掌聲也鼓勵。為進一步拓展哪吒信仰的文化，我們組團去江西我們的道教發源地之地，我們希望能夠將哪吒文化與道教文化來帶到澳門。今年我們延續過去的古禮，我們舉辦了開園儀式，等一下我們為聖尊出行，剛才做了那個建醮祈福，我們祈求風調雨順，社會祥和，為傳統的信仰，我們與時並進，活化非遺文產，拉近年輕人世代與傳承民族的距離。今年我們廟內全新投入了電子屏許願牆，我們希望突破地域的局限，搭建兩岸雲端祈福平台，讓海峽兩岸的同胞在線下線上都同步一起參與今天的活動。我們希望我們同心祈願，共沐神恩，以深巧文唱的形式傳統的信仰。展望未來，我們希望我們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今年活动的成功的举办，我们非常感谢澳门特别行政区各个政府部门，包括文化局、旅游局、市政处、治安警察局、交通事務局、消防局等的協作，以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澳門文化發展基金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謝澳門的各大公廟的負責人、各個社團的領袖、澳門中華新青協，還有澳門國際自貢行的，還有澳門的所有在場的義工們，感謝你們。特別感謝來自台灣地區的，他們包括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台南市、台中市、嘉義、南投、新北、基隆、屏東、澎湖、琉球、苗栗的各大公廟的負責人來臨我們澳門，謝謝你們，也歡迎你們。我們祈願哪吒太極庇佑眾生，福澤澳門，為盼兩岸同胞心連心，社會和諧，國泰民安。我宣布，我們的秦遊大典儀式正式開始，謝謝大家。好，再一次多謝晒我哋出巡大典籌委會主席、理事長馮健富先生，亦都係請會座嘅。接住落嚟，我哋會進行金龍醒獅點睛以及簪花掛紅儀式。下面我們進行金龍醒獅點睛及簪花掛紅儀式，有請工作人員。好，現在有請為我哋簪花掛紅嘅，有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何潤生先生為我哋簪花掛紅。下面我們請出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何潤生先生為金龍簪花掛紅。好，多謝晒何潤生先生，亦都係請會座。接住落嚟為金龍點睛，我哋有請中聯辦台灣事務部李永光部長代表李飛龍處長有請。下面我們有請中聯辦台灣事務部李永剛部長代表李飛龍處長為金龍點睛。好，再一次多謝晒李永光部長代表李飛龍處長。感謝李飛龍先生。接住落嚟為金龍灑聖水，我哋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文以華局長有請。下面我們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文啟華局長為金龍灑聖水。好，再一次多謝晒文以華局長，請會座。感謝文啟華局長。好，接住落嚟為醒獅簪花掛紅、點睛以及灑聖水。首先為我哋簪花掛紅嘅，下面為醒獅簪花掛紅，我們有請嘉賓台灣聖賢太子宮吳哲偉主持，台灣中壇元帥弘道協會陳瓊瑤理事長，
台湾高雄首选宫高雄正修科技大学戴碧燕理事长，台湾台中皇太子圣殿李玉天主持，以及台湾高雄道德院下院台南三清宫丁明俊主持。有请各位嘉宾。好，再一次多謝晒為我哋醒獅簪花掛紅嚟自台灣嘅各位主持。好，我們感謝各位為醒獅簪花掛紅的台灣嘉賓。好，接住落嚟為醒獅點睛嘅，亦都係有請以下嘅嘉賓。下面我們為醒獅點睛，有請嘉賓台灣基隆草聖道場呂秀英執行長，台灣龍華慈惠堂陳文瑜主持，台灣台中外府西天寺天君宮黃冠中主持，台灣道行天下文化促進會劉洪華會長，台灣高雄真武天尊廟唐城主任委員。有請各位嘉賓。好，有請5位。好，再一次多謝晒為我哋醒獅點睛嘅嘉賓。感謝各位為醒獅點睛的嘉賓。好，接住落嚟為醒獅灑聖水嘅，亦都係有請以下嘅嘉賓。下面為醒獅灑聖水，有請台灣社團法人員澤濟聖堂禪道會黃凱祥理事長，台灣南投草屯鳳凰山慈聖宮黃碧雙公主，中國武當道教泰拳法師協會蕭燕瑜理事長，台灣台中正北真武宮李宗翰主任委員，還有中華兩岸宮廟文化促進會劉仲宇會長。有請各位嘉賓。有請黃凱祥理事長、黃碧雙公主、蕭燕瑜理事長、李宗翰主任委員以及劉仲宇會長到台前準備。好，再一次多謝晒為醒獅灑聖水嘅嘉賓。感謝各位為醒獅灑聖水的嘉賓，有請回座。接住落嚟，我哋進行上燭儀式。首先有請永遠主席徐德明先生，有請。下面我們進行上燭儀式，有請永遠主席徐德明先生。一敬，再敬，三敬，有請工作人員。
好多謝晒永遠主席徐德明先生，亦都係請回座。接住係上香儀式，我哋有請理事長馮健富先生、執行主席鄭權光先生以及副主席曾國森先生，有請3位。下面是上香儀式，有請理事長馮健富先生、執行主席鄭權光先生、副主席曾國森先生。1上香，再上香，3上香。好，有請我們的工作人員。好多謝晒3位。好，感謝3位嘉賓。好，亦都係請回座。接住落嚟，我哋會進行祭祀儀式。首先，恭請哪吒太子龍牌出殿，有請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劉毅良先生。同時亦都係有請本會永遠主席徐德明先生以及副主席曾國森先生陪同，有請多位。下面祭祀儀式開始，我們恭請哪吒太子龍牌出殿，有請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劉毅良先生，也有請本會永遠主席徐德明先生、副主席曾國森先生陪同。好，再一次多謝晒劉毅良先生、徐德明先生以及曾國森先生。接住落嚟，恭請哪吒太子坐宮出殿。我哋有請台灣嘅嘉賓。下面恭請哪吒太子坐宮出殿，有請台灣台南麻豆太子宮執行長施富貴先生，有請。出場的是哪吒太子坐宮出殿。再次多謝嚟自台灣台南麻豆太子宮執行長施富貴先生。感謝施富貴執行長。接住恭請哪吒太子行宮出殿，有請澳門廣州天河區經濟文化促進會會長馬家英先生，有請。下面我們恭請哪吒太子行宮出殿，有請澳門廣州天河區經濟文化促進會會長馬家英先生，有請。
再次多謝晒馬家英先生，請回座。接住落嚟為哪吒太子龍牌簪花掛紅，我哋有請澳門童軍總會監事會主席梁顯芳先生。下面為哪吒太子龍牌簪花掛紅，有請澳門童軍總會監事會主席梁顯芳先生，有請。好，再次多謝晒梁顯芳先生。接住為哪吒太子助攻簪花掛紅，我哋有請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施家倫先生，有請。下面為哪吒太子助攻簪花掛紅，有請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施家倫先生。好，再次多謝晒施家倫先生。接住為哪吒太子助攻穿袍，我哋有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何潤生先生。下面為哪吒太子助攻穿袍，有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何潤生先生。好，再次多謝晒何潤生先生，請回座。接住為哪吒太子行宮簪花掛紅，我哋有請大灣區陶藝收藏家協會會長李月成先生。下面為哪吒太子行宮簪花掛紅，有請大灣區陶藝收藏家協會會長李月成先生。好，再次多謝晒李月成先生，請回座。接住為哪吒太子行宮穿袍，有請澳門智慧人民勵正會會長吳在權先生，亦都係因為公務未能出席，所以呢個時間我哋有請理事長馮建富先生代表，有請。下面為哪吒太子行宮穿袍，有請澳門智慧人民勵正會會長吳在權先生，也因為吳在權先生因公務未能到場，我們由理事長馮建富先生代表。好，再次多謝晒理事長馮建富先生。跟住落嚟，我哋為結義堂哪吒太子簪花掛紅與穿袍，我哋有請澳港此山結義堂會長梅文輝先生代表梅俊升先生為我哋進行，有請。下面為結義堂哪吒太子簪花掛紅及穿袍，有請澳港四山結義堂會長梅文輝先生代表梅俊升先生。
好多謝晒梅俊升先生。接住落嚟，為哪吒太子升座，我哋有請本會副主席李國輝先生，有請。我們繼續為哪吒太子升座，有請本會副主席李國輝先生，有請。好，再次多謝晒李國輝先生。現在有請木恩學生陳東榮上書文。下面有請木恩學生陳東榮上書文。伏爾執金圈巡宮界，負正除邪由勝力。踏火輪拆世紛，懲奸罰惡賴神恩。根據澳門市山哪吒古廟15號地下、澳門市山哪吒廟斜巷21號地下，奉到本廟執行主席鄭權光領本廟眾弟子暨海外公廟主事善男信女等，奉道收恩。捐金天運歲次丙午年5月18日，恭逢安民護國哪吒太子降魔多法大天尊3165年寶誕，聖壽無疆，通耆合會奏明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虎伏百敗。復為輕舟勝將滅紂前鋒，威武堂堂安天下，一蕊蓮花化成莊嚴妙相。哪吒太子神光玄黑，智勇志剛顯威盛，萬法廣濟救脫疾苦十方。因逢寶誕敬備盛宴，祈天護國賜福有民，虔心慶賀謹備香花茶果，讚修之意。循道教之科儀，敬獻祝文共秉丹心，至心上獻。聊表祝壽之枕，恭祝哪吒太子聖壽無疆。今逢聖誕，天放瑞彩，地接祥雲，萬順騰歡，十方同慶。愧無蟠桃瓊漿之獻，遺書儒養恭敬之誠。復願大年無極，長春永存，吾道弘揚，萬國來同。復懇神恩垂鑑，悉賜民生樂利，國運昌隆，無土忽應，有感思通。四時無災，八節有慶，家安澤吉，人壽年豐，諸為順美，萬事亨通。家運鼎盛，善信景重，萬般如意，大降吉祥。凡言微數，總賴並蒙，心香傳達，謹疏上。文以天運歲次丙午年5月18日，具疏百拜叩請。好，再次多謝晒木恩學生陳東榮為我哋上書文。感謝木恩學生陳東榮為我們上書文。好，接住落嚟係上供儀式，由兩岸四地中華宗教共同祝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首先邀請上供嘉賓到台前就位。現在是上供儀式，由兩岸四地中華宗教共同祝願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首先，我們邀請上供嘉賓到壇前就位。現在獻香花，有請以下嘉賓。我哋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何卓峰處長，接住有請市政署代表民康社群及公共關係處代處長陳永恒先生，以及澳門立法會林發欽議員、澳門立法會梁孫旭議員。我們繼續請出台灣嘉賓，台灣台南麻豆太子宮楊三慶副主任委員，台灣台南正仔寮福安宮徐成清副主任委員，台灣土城海生宮劉純洲總幹事。有請。繼續有請澳門上架行會館譚少明代表，澳門三巴門土地廟亞妹代表。好，有請咁多位。我們準備獻香花。一線九華仙子夏雲平，再線花語錦樹賀壽成，三線順記四海顯盛績，玉宇千春盡光明。獻。有請嘉賓準備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多謝晒咁多位嘉賓，亦都係請回座。接住係獻燈燭，有請以下嘉賓。首先，我哋有請澳門立法會陳禮琪議員，以及澳門廟宇節慶文化促進會梁慶庭創會會長，以及香港國際道教文化協會黃有德會長，以及澳門霍英東基金會。繼續有請澳門營地街榮寧社土地慈善會劉國恩副會長。有請嘉賓台灣苗栗大湖紫竹林御炫堂馮金嬌堂主。繼續有請台灣聖天代天府賴國昌主持，以及台灣高雄真武天尊廟曾奇峰代表。有請。我們獻燈燭，一線五鳳雲燈點光彩，再現瑞彩此日生長光，三線金台照出百千燈，萬眾元神熙朗明。有請嘉賓準備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多謝晒，亦都係請咁多位嘉賓會座。現在進行獻香茗，有請以下嘅嘉賓。我哋有請澳門關聖帝君文化促進會周錦全理事長，以及廣州台辦處長黃保國先生，以及澳門沙梨頭土地廟慈善會陸南德秘書長，以及澳門路環四廟慈善會黃偉天主席，有請咁多位。繼續有請馬來西亞慈聖宮李天順主持，台灣新北慈靈宮趙道真主持，以及澳門大王廟副理事長吳子龍先生。繼續有請本會副主席鄧澤強先生。獻香茗，一線清靈路泉化真明，再現祥風瑞雨兆風發，三線神威陽靈通三界，和清海晏念先聖。獻。
有請嘉賓準備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多謝晒咁多位嘉賓，亦都係請回座。接住落嚟係獻經果，有請以下嘉賓。我哋有請澳門雀仔園土地廟陳志威理事長，澳門媽閣水陸演戲會陳健全理事長，澳門關帝古廟盧超光主持，以及澳門九澳三聖廟何容輝主持，以及以下嘉賓。繼續有請四川省哪吒主題陳塘關賈成行當家，台灣台中聖和真武宮張安生執行長，台灣高雄威信店黃俊勇總幹事。好，接住落嚟係獻經果。獻經果，一線雪蓮花棗仙佳品，再現仙桃玉李世上珍，三線風調雨順賜百福，四季豐收謝神恩。獻。有請嘉賓準備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多謝晒咁多位嘉賓，亦都係請咁多位會座。接住係獻財帛，我哋有請澳門先鋒廟值理會鄺佩瓊會長，亦都有請澳門東井園法會鄭佩文代表，跟住有請澳門草綠聚龍社土地值理會盧定鑑理事長。繼續有請台灣沙鹿三聖宮許義飛主任委員，台灣高雄道德院下院台南沙田三清宮陳義林會長，台灣台中外府西天寺天宮黃關中。繼續有請下環街福德寺張麗珍代表，獻財帛。一線敬獻財帛報惠恩，再現正安民富樂安寧，三線天人賢敬護聖公，威靈顯赫必有應。獻。有請各位嘉賓準備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再一次多謝晒咁多位嘉賓，亦都係請回座。接住落嚟為哪吒太子鑾輿灑淨，我哋有請台灣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大宗師代表陳泰華道長。與此同時，亦都係有請中華兩岸公廟文化促進會劉仲宇會長陪同。現在我們為哪吒太子鑾輿灑淨，有請台灣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大宗師代表陳泰華道長，以及中華兩岸公廟文化促進會劉仲宇會長陪同。好，接住落嚟亦都係有請我哋嘅副主席李國輝先生進行發寶儀式。
跟住我哋會進行上香儀式。我們現在準備上香儀式。因為由於場地有限，為咗安全起見，所以我哋有請各位原地站立就可以啦。我哋會有工作人員會派上。我們待會有請呢各位主禮嘉賓以及各宮廟主事者呢上香，也請各位在原地起立，因為場地有限，我們為安全起見，會有工作人員遞上香茗。請接到香的嘉賓陸續可以起立，面向神壇。好，我哋有請咁多位為我哋上香嘅嘉賓們，有請大家面向神壇。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感謝各位嘉賓，有請工作人員。好啦，麻煩我哋工作人員亦都係接上呢個嘅香茗。好啦，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進行叩首禮。我們會繼續請全場的嘉賓進行尊敬的叩首禮，有請全體的嘉賓準備。現在我們進行叩首禮，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感謝各位嘉賓。好，請就座，有請咁多位嘉賓就座，多謝晒。現在恭請哪吒太子龍牌升座聯譽，有請本會海外事務部台灣張炳宏先生。下面恭請哪吒太子龍牌升座鑾輿，有請本會海外事務部台灣張炳宏先生。好，跟住我哋恭請哪吒太子行宮升座聯譽，有請本會副主席曾國森先生。我們繼續恭請哪吒太子行宮升座鑾輿，有請本會副主席曾國森先生。現在恭請結義堂哪吒太子升座聯譽，有請澳港此山結義堂會長梅文輝先生代表梅俊升先生有請。下面恭請結義堂哪吒太子升座鑾輿，有請澳港四山結義堂會長梅文輝先生代表梅俊升先生。